這個計劃是國安危機，為特別補助家長，南投的草屯埔里原1歲到5歲細漢囡仔，一檔有2萬塊的生日禮金通領。明年開始哦，集集甲中寮嘛要來發，水里鄉嘛拍算講明年要來針對1歲到6歲的囡仔，一檔哦要發1萬塊。好，恭喜你們畢業了！這是7月底南投一級幼稚園的畢業典禮，因為少子化的影響，幼稚園畢業生嘛愈來愈少。為着鼓勵生囝，南投有5個所在的細漢囡仔，除了會當領到政府普發的1萬塊的現金，還有另外生日禮金，也是成長的禮金。家長聽到歡喜是歡喜，啊，毋過嘛認為飼囝的開銷真大。老輩嘛講，即賣少年家無生是真多，生活開銷真的很大。1年2萬塊真的不夠用，真的。你說1個月1萬塊還可以勉強夠用這樣。無生真濟，有結婚唔生嘛真濟。嘿，我們這一代當然是傳承嘛，一定愛生。少年人的想法，因為他們有時候不想說被綁住，就一輩子有囡仔甲綁住，這個負擔嘛真大。其實對今年開始，南投草屯埔里鎮已經開始針對1歲到5歲的細漢囡仔，逐人當年發2萬塊的生日禮金，明年開始直接含中寮1歲到5歲的囡仔，買當一兒童節的時陣領到成長的禮金2萬塊。水里鄉是拍算明年開始針對1歲到6歲的囡仔，逐人當年發1萬塊。公所開源之後像公所進前的負債3000萬已經有形掉了即擺少年家賺錢無容易所以就來含代表會來研究來通過咱的發放兒童的成長禮金。咱公所有迄個財源有法度來鬥3工，咱就趕緊來甲這年輕父母親鬥3工鼓勵因來生囡仔這上要緊爾互咱草屯鎮趕緊來突破10萬人，會用來升為4。因為南投對2018年開始人口就跋落50萬人，但年豆啊減少，現主是人口無到47萬人。地方政府表示，因為財政會當負擔，毋茫甲少年父母加一寡班站，嘛鼓勵更較儕少年人願意結婚、願意生囝。記者安秀南投報道。